爱上得深头路，强下求职登记表，请问爱上得深就敷面一条路，唔是好深么？唔是百姓。政府立马真鼓励民众做照顾服务员，审批唔系秘密，专业和正式才系体制。立马有真多建筑的照顾服务员得到免费服务。请问现有相关的证照吗？冇呢？冇要紧。现无准参加相关的积分课程，提出培训证书，也是讲葡萄县去考证照。请问你个课程有纳钱么？我娘现就满45岁嘛，有，那今年唔熟悉啊。很符合中国人特定身份的长份资格。那现在符合，政府会补出贵下的训练费。您好哦，罗拉县，你的表格爱写好将提点。好，款之内50级。养老亲近喜卡，你们应该先来收拾一下家界充裕的储费，大家期待我听到的吗？照服员，照服员，照服员，照服员是简称，完整的说法是照顾服务员，照顾服务员，照顾服务员。鼓励，鼓励，鼓励，民众，民众，民众，金九，金九，证照，培训证书，培训证书，培训证书，普通，普通。辅导，训练费，训练费，训练费。接落来，应该来学一道切中的规矩，很不用参加相关的积分课程，很不用参加相关的积分课程。您可以参加相关的职训课程，很不用。很不用，您可以参加相关的积分课程，职训课程。很不用参加相关的积分课程，很不用参加相关的积分课程。您可以参加相关的职训课程。我娘很有满45岁嘛，我娘很有满45岁嘛，要看您有满45岁了没。我娘很，要看您有满45岁嘛，45岁了没？我娘很有满45岁嘛。我娘很有满45岁嘛，要看您有满45岁了没？